河坡的地方呢，大约35年嘅時間發生一次大饑荒，所有嘅農作物呢都減少，一般嘅人呢都冇食，前多年呢冇糧食好些上山去呢採收呢個廢山，燒化呢按來後頭，來充飢。所以喺河坡人呢，很多人過來台灣啊，就係因為當時冇好食嘅，將佢過來。最多嘅呢就36年、37年到38年尾呢嘅就5年嘅過來啦。大陸呢就全部俾共產黨呢關閉啦。老一輩嘅就講呢，我哋見呢大家都冇法度進入卡嘅咯，我哋呢在河坡嘅地區呢，都係三山國王嘅信徒，在祖廟呢，先父愛過台灣嘅時間呢，帶有香火過來。我哋河坡同鄉呢，大約要10萬人，我見呢不如來呢個具體嘅地方屏東市林子內建一個三山國王廟來紀念，這就是我們家鄉的同鄉全部的信仰中心。三山國王廟呢，這個衝炮發動呢，從民國45年呢，建廟以後呢就開始，做那個竹篙炮呢，用嗰啲買新竹篙用嘅青苔雜嘅連炮呢，纏繞在這個新竹篙上面，竹篙頭嘅地方呢。特別去三國旗成日供養三山國王聖駕，3萬人、2萬人，講到呢個新橋，衝進呢個火堆嘅呢有將各信徒呢，將呢竹篙炮呢點出向呢個新橋我哋個信徒嘅身上呢。燃放，那個風速呢，打那個竹篙炮呢，就會去劈蛇保平安。三山國王顧名思義就是在講三座山的山王，但是他們返回鳳凰之前，只是人人敬奉的山神。要親行之前，當然要有豐功偉業的事跡，不然誰會加以敬奉參拜？所以呢，典故呢就是他們三兄弟在隋朝亂世年間，為了保衛鄉土，大量鄉民擊退土匪，已保住了家人，直到三兄弟年老去世，鄉民為了感恩，分別將三兄弟安葬於金山、名山、徳山各個山頭，建廟奉祀，視之為神。三山國王獻於唐，封於宋。當宋朝皇帝12歲5國，冥冥之中有一此前獨山三神說，唐朝太宗含於屋內河之中，要不是他邊趕些淫鬼的戰馬，趕往現場嚇死隋兵，救了唐太宗的命，唐太宗的命早就休矣，所以啦，心裡很不爽快。當年班師回朝，各個戰將都升官，
唯独我没有。强皇帝替我逃过公堂，这时候看见跌落床铺下的皇帝，赶紧爬起来，陈连着很指挥文官前往门禁所在地受封。但是事隔好几年，皇帝朝日出，但无文官回京复职，心理上可怜的文官应该遭遇不测，皮家手失了。又指派日为新歌出装的张木康武官，别人完成任务。當張木康來到廣東省潮州府嘅私人可保證三山國王祖廟地嘅時候，朝批嘅四周嘅板件所揭面，嘅意外意見前漢指揮文官竟然發得辭財，在三仙廟內作廟務。這時候武官起了童念，心想反正回京也無錢，乾脆啦，坐下來有一個安居的處所，和撇風撇雨，這樣就好。就是年輕的良人武官的心腔，就在這裡過了下半輩子，一直到年老去世。後來皇帝得知良人喜歡美麗山江水色，與依家玫瑰，在他鄉服務百姓，算是功勞一件，就可將功贖罪，也冊封良人漢指揮太子，張木康公王。流傳至今，每年正月初七，一個月奉命出巡各個村莊，所到之處嘅村民都以勝利、拖板、米糖塔、羊白，並以燭光炮衝炸，表示歡迎。同時加炮火聲響來氣節撇香，所以才有今日燭光炮嘅發動。咁嘅地方呢，提入了20冷府呢，嗌定三山國王信徒嘅。只要嗌定屏東每2年舉辦一次三山國王出遊，有燭光炮發動嘅時間呢，佢都有1台、2台嘅遊覽車落嚟屏東呢參加呢個燭光炮。幾百啫，過嚟。在每次的發動，逐東鄉親到林子內祖廟時，將近中午時候，拜過三山國王，我們朝以家鄉傳統嘅擂茶來款待各位鄉親，聯絡感情。我菜飯好食咧。前嗰日撈住到呀。我哋遠住廣東噶啦。我冇話諗齊，合地先嘛。學地先，地先都要嘢。哦，都冇加白啲啊，算數嘅啦嗬。你就傻傻位，我就傻豬去完啦。哦，睇到話。起橋進前，咱攏有一個儀式，就是愛經過即個咱三山國王的即個指示，什麼時間哦，才會起橋。
三山国王出巡法统，实际上呢是木康爷同指挥爷文武行将冲炮法统，也是突日武艺经典的重头戏。我呢就喺度架升嘅嚟，一逐個唔好用橋嘅，唔好細個衫褲嘅，哦，因為細個衫褲嘅呢，落去呢就會傷人，會幫助。呢就唔似熬夜嘅啦，朝年呢就自然熬夜，五色弄出來，那邊那個萬豐台啊、太子江啊，也就出嚟參加。正一出門外會啲後生呢，全都嚟參加。參加呢就不止拋幫幫我哋呢，感覺個身體健康真純正嘅。伫参加这个庙会哦，你跟这个链桥啊，冲这个炮仗的这款心情，我感觉足欢喜啊呢！感觉有种敢若吼对厝的啊，对家己有种祈福的这种作用。原來呢，呢逐個炮啊，都係差唔多200幾左右。今年呢，因為係有前到後生人跳出來參與呢個法統，所以今年呢逐個炮特別多，係有300-400幾左右啊。这个温泉的这个活动哦，就是要赶走这个无清气的这个奇奇怪怪的物件，互咱这个庄内大大小小拢能平平安安，各行各业拢能顺顺舒舒。有这个危险性也是有，但是在我所印象中就对啦，无所有的有啥物去讲较稍敢若较重大这款伤害哦，感觉拢无，有小可款炮伤啦，一定有的啦。50年來，每逢元宵佳節，見天上帝廟的廟棚，就成為我們三山國王所屬的燭光炮。
炮秦体之役，因为这样的发动热闹滚滚，皆大欢喜。讲新桥架是跨日是自然人的和军队起初没起带了后援，属清的过火，但是此前呢进行会议，为避免意外发生，佢改为仍然无干不跨日的通道。因为咱的德高炮是几啊百支伫个庙埕的，所以讲因为迄内底足热，有这个水爱破水，举炮的人，举炮光叫的人吼，入去内底光安尼，大家是分工合作啦。起叫的是种大家拢徛咧画一个行，就冲入去，跑就点落来。到这个中途的时就对啦，有诶算较无法度受这个熏烟的这个刺激，中途有诶人会先落跑这个中间就是如果咱有足侪朋友要去来参与你就看有人落跑的情况下，你就会用光阴入来接咧。会用这个桥足顺序伫内底咧完成每2年1度的这个圣事大尾还有一个传说，较早有饲鸡啊、饲鸭嘛，较早的农业社会。比如阮这15，阮这变煞就对啦吼，大家拢会摕出来跑回，转来放伫迄个鸭寿鸡仔寿放，伊个囝有无得出来会足顺序啊。这个有出巡，当然就有回家。整个活动才会有头有尾，圆满的结束。锣鼓喧天，炮响震耳，穿梭在街头巷尾，浩浩荡荡，回归本命，再次接受着高炮的洗礼。这个元宵节的冲炮活动就是咱拿来有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一个足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希望咱伫咧台湾遮有知影咱这个屏东拿来有这个冲炮活动的这个好朋友如果你若有兴趣，会用伫咧一天来阮遮挑战。拿来对这庆祝，然后再次感谢大王、2王、3王。好。新乡经过炮秦轰炸之后，受信徒保护出，誓起情爱虔诚的心表露无遗。
法同也创造了最人们的快乐。进哦，哎，我进来了。进啊哎，哪个？摸摸我家，摸我家。哎，进哦。哪个叫我叫嘿？啊，你个贵佬。有啊。应该恁做细的时候，甲三点过路牙山，甲一刀闹热啦，甲一股炮的炮阵啊，吼，上紧啊用板壳去避，啊囡仔伊个路外近摸个咯，啊，安尼咧后生啊又摸去接起来，啊，就感觉就慢慢就落寞了。今仔恁掠了啊，后生哥啊有了意愿啊，为了承接啊，啊嘛希望吼，社会大众哦能够给我们协助，让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地方文化哦能够继续发扬光大。